再来看台铁的德鲁古河事故已经发生2单外了，所各地事故的车厢发现真侪残骸。罹难者家属的律师陈明秀就指出讲，毋但台铁有责任，花莲地检署运安会责任愈大。运安会是表示讲，因的责任是找出事故的原因，将对行车记录器来做调查哦，危害毋是因调查的范围。花莲地检署是表示讲，要等到检视的结果，因才会过来对外说明。台铁太鲁阁号的事故，在2022年4月初2，造成49死309个人受伤。最近却伫车厢的残骸内面，发现真侪罹难者的骨头。当地检署测试国去7道机务单来敲找第1节到第6节的车厢，拢总是清出10地的物件。太鲁阁的目屎委任律师陈明秀讲，毋但台铁有责任，花莲地检署和运安会责任搁较大。这车厢完全没有被好好的去确认过，可这个车厢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说事故的一个事故现场。那事故现场所有证据都需要被保全，还有被确认。陈明秀讲，台铁第一时间公开会议内，承诺讲会较紧来弥补和检讨，但是看运安会和花莲地检署煞无特别来回应。这在事故内面的罹难者家属，搁一摆看到违物的情绪是真激动。陈明秀认为讲，无查出危害是检调机关失职。另外，运安会对事故来做完整调查，包括罹难者和生还者的位，分析客票和坐票史上影响程度。在过程中嘛，应该要甲车厢的遗物来做确认分析。看规个事故，对8月30日找到1底疑似危骸，初一佫找到疑似18底危骸，2支喙齿和94件毋是车厢的物件。初4敲找事故的第1节到第6节的车厢，佫找到1底危骸、1支喙齿和56件的物件。有关于可能造成事故、造成安全问题的东西，我们会去搜证。我的人靠我个人去看一块也遗骸，因当时就有一些各权责单位他们也会去做嘛。与基隆地检署、桃园地检署来共同协调关于本案这个遗骸及遗物相关的辨识以及确认的动作。那一切等待相关的鉴识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予以回应。陈明秀认为讲，即摆规范上大的问题，就是伫发生重大的灾难的时阵，无定相关的流程，要求对一个机关爱做后壁的清点，呼吁政府莫互相来甩责任，互行政院找相关的部会来检讨流程。记者综合报道。